香港六宗教領袖座談會3月24號喺堅道天主教教區中心舉行丙午年新春團賀，超過200位嚟自六宗教嘅人士參與。今年新春團賀除咗六宗教領袖外，仲邀請咗中聯辦協調部朱文部長蒞臨，共同祈願祖國國泰民安，香港繁榮安定。周守仁書記致辭時強調，六宗教應透過信仰同文化嘅交流，堅守信望愛三德，追求共融境界。讓我哋六宗教喺信仰同文化互通之中，默默咁樣靜觀，信望愛三德常在，天地人一體同春。最後更祝願世界和平，中東戰亂平息。願世界共享和平，願中東戰亂平息，願天下人人安好，願宗教道德升長。